台南市最近小连续传出直行车去互长外的大货车加入去车链内底，以使视线的死角加内轮差来做事。对此，议员朱正轩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，除了呼吁公部门要来加强宣导内轮差的危害，另外嘛希望会用比照日本，伫个大货车的后面会用打上标语，提醒直行车的人注意。你看我们这样一年，去年这个大型车就有19件 A1， 那行人就有20件 A1。这个我相信市长，然后局长一定都对这样的情况非常难过。那我也知道说，其实市长一直在交通变革的部分一直很用心，所以我希望交通的部分我们可以再更努力。台南的交通，城市的交通文化其实有一些小细节我们可以逐步做起。我下面贴的这张图因为日本是右驾啦，所以它的左转其实相当于我们的右转的意思，就是说比较小边的，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上面这个太阳，这个遗憾的太阳，右转的大车。这些所有日本的大车，它的底下会贴这样说：当它右转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暂停的动作。那请后面的车辆要注意，我会在这个我要右转的时候，我会在路口站。目的是什么？他就是想要看到这些机慢车，他想要看到行人。局长，我们台南市有没有办法在这部分有一些努力？对于我们的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以及死亡率，跟其他都相比是比较高的。但是我们是一路从过去合并以来都是比较高的。但是我们跟以前的我们比是比较低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满足，因为我们还是比别人高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很难过。那现在我可以想到说，过去这个最近黄仁勋风啊、苏姿丰风啊，说都是 AI 风了就是我们希望能用 AI 来减少 A1，那怎么样用 AI 减少A1？就是用这个人工智慧加上一起来做这个重要的路口分析，然后把有限的资源放在重点上，这是我们可以做的。除了交通事件，另外伫个用电的部分，因为台南市工业用电大约占了全市的70%，伫个能源自主率大约只有25%，因此议员呼吁要吸引高科技的产业进驻，一定要提升能源的自主率，尤其是绿能的部分，才会吸引更多科技业的进驻甲投资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